睇開我哋影片就知道我哋幾推介廣東粵遊卡。今日發現粵遊做特價，原價198，今日168，年終限時特惠，而家只要168就買到。免費景區超過60個，365日有效。點買㗎？睇埋落去話你知。微信小程序搜粵遊會廣東旅遊年卡，或者搜粵遊，見到呢個粵遊 logo 就啱啦。玩轉年卡，年卡選廣東旅遊年卡 A 卡，呢度俾錢，入到去就自己睇下景點啱唔啱自己啦。今日分享就去到呢度，記得訂閱我哋。最近見好多時同一個 YouTuber 會分享幾間唔同嘅眼鏡店，好似咁亂嘅，咁應該點揀啊？好奇點解深圳眼鏡店賣嘅國際品牌鏡片時，啲價錢可以賣到3折，甚至乎話有2折。如果新出嘅 iPhone 或者手袋 LV、Powder 有咁嘅折扣就好啦。大陸同香港都一樣有好嘅眼鏡店，記得要小心揀。建議如果大家上大陸配眼鏡，最好就揾一啲已經有一定年資、良好商譽嘅鋪頭。甚至乎最近已經見有啲 YouTuber 會帶小朋友上去配，哥哥喺大陸配嗰副戴咗唔夠1個月就覺得有唔妥，但係如果太細嘅小朋友未必會表達，所以大人真係要小心啲揀。畢竟香港嘅視光師同大陸嘅驗光員係兩碼子事，我哋就係唔識揀，所以最後都係翻嚟香港配。呢個新出嘅就係呢隻全視線新出嘅 Gen S。喺香港唔知邊度買眼鏡好，等我推介一間良心眼鏡店俾大家。旺角信和中心頂樓樓上鋪睇清點眼鏡。我之前88蚊眼鏡假連框有介紹過佢哋，價錢大眾化，款式又夠多，適合小朋友戴嘅鏡框都有，每副鏡框都標明清楚價錢，價錢仲包括咗有度數嘅不反光鏡片，度數範圍600度嘅近視、200度嘅散光，又或者400度嘅老花或者遠視。如果要求一副多功能嘅鏡片，佢哋仲有其他套餐，全視線套餐788，漸進鏡套餐538。以我啱啱配嘅鏡片為例，400度嘅近視加80度嘅老花，漸進鏡加近視加全視線嘅最新 Gen S， 埋單1838蚊。因為全視線嘅變色鏡已經防藍光，所以唔需要加錢配。價錢表分咗4個等級，純粹漸進鏡價錢睇呢個，要求升級到變色鏡就睇埋隔籬呢一行。變色鏡之中我會推介全視線，加多200蚊就可以升級到 Gen S 系列。唔單止全視線，其實大家聽過嘅依視路同開雅佢哋都有專業驗光師駐場，驗眼無需預約。有興趣可以留意佢哋 IG、Facebook 或者 YouTube。CCD Optical 追開旺角就上去睇下有冇心水眼鏡啦。見 Google 有咁多5星好評就知佢好嘢，度數配得好準好清，呢個價我寧願香港配。視光師態度好，真心推薦呢間配眼鏡，想要平嘅有，貴啲都有，收費透明，交通方便。I would give 10 star if possible。冇變嘅地址都係睇清點眼鏡。